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副馆主持者。
天接下来还有一首曲子叫做《你真伟大》，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诗歌。但是在演奏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不好？用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5位老师他们的演奏，透过这首诗歌，我们用听的由他们来演奏，但是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你真伟大。神，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默节平台最后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们的默恩木管五重奏乐团一起来宣告这首诗歌，因他活着。家。
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也带着复活的能力，我们回去面对这世上的每一天，并且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活出复活的生命。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唯愿主用他面上的荣光照耀你，赐恩于你。唯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安。阿门。我们默祷以后结束今天。